江革父母。東漢時有一位叫江革嘅孝子，字次雍，從小就失去父親，而同母親相依為命。當時到處都有盜賊作亂，江革就孭住母親到其他地方避難。喺路上好幾次碰到盜賊，盜賊見佢年輕力壯，就想捉佢一齊做強盜。江革每次總係喊住咁話：我仲有一個冇人照料嘅老母親，我跟你哋去咗，邊個嚟照顧佢呢？強盜聽咗呢一番誠懇嘅告白，又見佢咁孝順，亦就唔忍心殺佢哋啦。江革孭住母親一路逃難，後嚟居住喺下邳呢個地方。佢窮到連衣服着嘅鞋都冇，以至於赤裸住身體，光住腳。後嚟江革當傭工做苦力，賺到啲微薄嘅工錢嚟供養母親。雖然家裏邊十分之貧困，但係凡係母親日常需要嘅東西，不論係食嘅、着嘅、用嘅，都一應俱全，冇缺乏。後嚟佢嘅母親死咗，江革喊得好悲傷，住喺母親嘅墳旁，連瞓覺嘅時候，喪服亦都唔脫掉。後嚟有人見到佢嘅德行唔錯，就推舉佢為孝廉，最後做到咗諫議大夫。江革避難，父母保身，亂平貧苦，行容共親。江革字次雍，少失父，獨與母居，遭世亂，父母逃難，數遇賊，欲劫去。革接邑告有老母在，賊不忍殺，轉轄下邳。貧窮裸閃，行容以供母。凡母變身之物，未嘗稍缺。母終，哀泣勞務，寢不隨服。後舉孝廉，遷諫議大夫。